とどちらが讀讀讀ですか？於是用於呢你兩樣嘢之間比較嘅句型，即係例如 A と B とではどちらがいいですか？ A 同 B 之間邊一個好啲呢？咁即係二者選其一嘅時候會用嘅。咁可能你話聽，你可能會有John 同 Peter 揀邊一個你鍾意啲，咁人就嚟咁樣問你嘅時候呢，你就可以話 John と Peter とどちらが好きですか？或者魚と牛肉とどちらが好きですか？魚同牛肉，你會鍾意邊一個多啲啊？攞兩者俾你做一個選擇嘅時候，咁有時唔係喎，你超過兩種嘅選擇能唔能夠使用呢？都得。牛肉と魚と豚肉とどちらが好きですか？咁呢個呢都係可以使用嘅，雖然有少少沉啦吓。